来看香港有一个跨性别人士谢和林，已经过7档的拍拼哦，昨摕到性别标识是查甫的香港身份证。因为香港是规定讲必须要有性别器官，彻底来完成变性的手术，身份证才会当来改性别哦。所以当初就提出诉讼，去年法院是判讲这款规定是违反宪法。经过1档的修法哦，伊总算摕到新的身份证咯。 到湾仔入境事务大楼领新的身份证的谢和林，方看顶面的性别栏已经为女性 F 改做男性 M。即卖伊会当自在进入运动场馆使用更衣室，免互执旗、歧视还是各样干讲。实际上，这是伊去年机会伫终审法院胜诉时，就想要做的代志。The numerous day-to-day humiliation and problems rendered by having a wrong ID are finally effectively resolved. 终审法院去年2月裁定，入境处要求性别证书要完成完整性别中止手术，才会当改身份证性别的正式回现。谢和林就安尼会当换发身份证，要毋过入境处几下摆表示暂缓执行，伊会伫合理的时间内完成检视，即卖正式恢复。 等待超过1年，继续行法律路线，对抗真大的司法体系的时，也爱面对社会对伊投射的压力。总算入境处今年4月初修订相关条文，才有今仔日。What is normal for many people has finally become normal for us. 早伫2017年，谢和林就因为跨性别者的权益，向香港政府提出抗议，爱官方司法审查，也就是对于行政部门的决定判定敢是合法。根据迄当时的规定，想要改身份证的性别，爱切除关口生殖器，也是建构异性生殖器。依条件规定中的完成全套变性手术的标准，伫1审甲2审失败了后，继续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。去年的判决中，法官认为谢和林早已经自认是男性。 也透过以下甲外科手术治疗处理男性身体特征，无需要完成完整变性，也会当融入社会，享有健全身体状态。伊作为香港跨性别平权协会主席，担任开路先锋。这遭司法程序行7年，即马处理新的身份证，也代表甲伊同款的跨性别人士刷落来路会较好行成时。另外，家己做着入境处的拖延，伊同款会采取行动，爱政府负起法律责任。公司新闻吴文玉。